喺嗰個咁嘅時代背景下，佢可以唱出我恨這個，我愛這個，咁用我去作為主體而表達嘅人，已經係好勇敢，好勇敢。我覺得到今日為止，崔健都係內地最偉大嘅流行音樂人，冇之一，冇人可以取代。喺今日仲未有人超越。歡迎大家嚟到舊歌金曲啊！咁我哋今期嘅主題係我最中意嘅10首崔健。我聽崔健咧就好似我聽 Velvet Underground、聽Stereo Lab 呢啲咁，我真係每隔一段時間聽我都會有新嘅感受。所以呢期我哋都係啦，排名不分呢個先後左右中間啦。我哋就分享10首我而家最想分享嘅崔健。咁啊，第一首嚟自《給你一點顏色》，呢首歌係《農村包圍城市》。呢首歌專輯度佢係點出嚟嘅，現場嗰啲打嘅。講啲唐山話好啦，好笑。但係你齋由呢個音樂角度出發，呢首歌真係好撚到爆，即係呢啲jungle 啊、breakbeat 通街都係啦，係咪？但係老崔係真係結合埋佢嗰個吉他動機咧，係咪 ？intro 開始嗰個係咁不停出現吉他動機咧，好撚似啲舊電影啊入邊嗰啲追逐戰嘅配樂嚇，唔知有冇感受到？方姐有冇覺得有呢啲感覺？係嘛？好有嗰種以前舊電影嗰種遊擊戰啊、追逐戰嗰啲感覺，所以好夾佢呢個主題啊！最後佢又用唐山話嚟講，跟住喺呢種架構嘅音樂內咧，好少有呢啲 hardcore rap 得嚟，跟住又咁有呢個人民關懷啦嚇！你聽跳舞音樂、電子音樂其實好少啊嘛，極少啦，人聲嘅表現上有咁樣嘅感染力嘅好少啊嘛，所以呢個好老崔咯。咁啊，跟住係呢首歌啊，嚟自無能的力量啦。呢首歌係90年代。即係崔健成日話自己好黑人音樂，其實佢最後玩出嚟又唔係咁黑喎，好似以前啲白人玩分咁咯，好有自己陣趣。說不清世界存在着各種不同感覺，就像玩在手中的音樂，語言你就不夠準確，語言你就不夠準確。生活中有各種感覺，生活中有各種感覺。你我同在90年代，你我同在90年代。係啊，嚟咗一段90年代好興嘅 acid jazz 啊呢度。真係癲！呢種吉他個對撞真係。跟住成張碟都喺度迎接緊千禧年。一首有啲 bebop， 跟住又有啲當時時興嘅 acid jazz 元素嘅一首歌，好堅定地向前嘅一個情緒。
呢個喺崔健嘅好多歌度都有呢個體現，永遠都係唔討好、唔低頭嘅一個形象，無論係音樂上定係喺佢文本表達上，定係喺你睇呢個人日常任何嘅採訪啊、問答啊，都係呢啲唔低頭、唔討好、唔奶嘅一個情緒啊。咁跟住呢首歌啊，嚟自佢第一張碟啦，連歌名就已經係呢個好滿足頭先我哋講嘅呢個向前嘅狀態。呢首歌係出走啊。我抬起腿走在老路上，我瞪着眼看着老地方，那山還在，那水還在一樣，可多少次這樣一天到頭當時可以唱出咁嘅歌詞，真係好勇敢、好勇敢嘅一件。出走我覺得，我好中意佢嘅原因係一個佢嘅呢個旋律真係寫得好好聽，好本地化啦，同埋喺嗰個年代嚟講，真係 The Police 得嚟又有少少西北味啊！我覺得喺嗰個時候有張咁嘅專輯係應該唔止我咁認為，應該係99%嘅人都係咁認為，係一個好勇敢、好勇敢嘅事。喺嗰個咁嘅時代背景下，佢可以唱出我恨這個，我愛這個，咁用我去作為主體而表達嘅人，已經係好勇敢、好勇敢。佢仲咁直接地講自己嘅愛同恨。呢件事係當時嚟講，我覺得不亞於 David Bowie 唱出 We Can Be Heroes Just For One Day 嘅勇敢，好勇敢，我覺得呢首歌。我嘅崔健 Top 10，跟住係呢首歌嚟自佢2021年嘅專輯《飛狗》啊，呢首歌係繼續。我出拳到底，卻回憶你清澈見底，卻無力讓過水如泥，痛斷淚滴。喺21年，我第一次聽到呢張碟嘅時候，我真係會好感動，好感動。最感動係因為呢張碟入邊嘅兩首歌咧，一個係呢首，一個係《留守者》啦。我覺得對於崔健嚟講，好似喺唔同嘅時代，佢作出繼續嘅呢個表達，永遠都係好生動。對佢80年代嘅佢嚟講，出走係繼續；對於90年代嘅佢嚟講，彼岸有咩歌係繼續，跟住去到2000年、10年代，死不回頭呢啲係繼續，去到飛狗、留守係繼續。佢每個年代嘅繼續都俾佢寫得好生動，好有生命力，好衝動嘅感覺。
我嘅崔健 Top 10啊，跟住係呢首歌係呢張專輯嘅同名歌啦嚇，旗下的蛋。突然分开吧，世界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谁是只有改变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真理在空中飘荡，平常挂在肩上，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虽然身体还短，虽然只会游玩，看那满眼中的太阳，像空气下的蛋，空气下的蛋。世界上的石头，精神上的蛋啊，石头虽然坚硬，蛋才是生命啊。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躯干的。如果我们是什麼，空氣下的蛋。我覺得本土化係崔健好緊要嘅一個個性啦。佢將呢啲受 The Clash、受呢個 Talking Heads 影響嘅音樂，加埋呢啲東北秧歌一齊，加啲 jazz，最後變成佢自己嘅風格。即係呢個風格係絕無僅有，得佢一個人先有。好似冇咩人學佢，甚至喺內地，因為學佢都好難，講真。成張碟嘅文本表達都好正啦，面對緊90年代嘅困境，加埋喺嗰個時候好多嘅，即係崔健好多官方演出嘅不被允許啦，所以佢開始咗佢嘅呢種更加時不時直接，時不時好誇張地直白，一唔係就好過分地隱晦嘅文字遊戲，係好奇怪。你話佢好怯吧，佢有啲歌又真係講得好柒大膽。你話佢大膽吧，有啲歌佢又真係咯，好似唔係好敢講咁。但係我覺得呢種矛盾就係90年代嘅崔健魅力嚇。心情唔好咪飲酒，放大情緒仲嘥酒。跟住係呢首歌嚟自佢嘅專輯《解決》啦。呢首歌係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野。我沒他的日常，我也沒他的笑，這感覺不能習慣，不能講了。我不知道我是走的還是跑的，因為我的背就是沒有答案。給我點兒刺激，帶回老爺，給我點兒愛，我的呼吸間，快讓我哭，快讓我笑吧，快讓我在這水上撒點野。依然又係佢好擅長嘅，將呢啲民族樂器加搖滾樂啦，又係好有血性、好衝動啊！即係呢啲歌詞咧寫撚到好似 Tarantino 電影咁啊！屌，好似唔見血唔得咁啊！喺90年代嗰個咁嘅語境下咧，我覺得寫呢啲咁嘅歌係好正。即係喺一個所謂嘅我哋呢個精神信仰嘅呢個真空期啦嚇，大家應該講到咁應該明咩事。佢係不停咁樣去寫呢啲充滿住好多對抗嘅歌詞，祈求喺即係各種探索中去揾到答案。即係呢種創作者，我覺得無論如何你都可以用偉大去形容佢嘅，即係喺流行音樂上，成首歌係有好多呢啲好壓抑嘅字眼啦、意象啦，跟住喺編曲上喺呢個
文本順序呢個安排上，崔健又想不停咁樣衝破呢種壓抑，好似係渴求嘅一種對話一樣，同聽眾嘅對話啦，當然係。我覺得無論幾時攞翻出嚟聽，都係好感動嘅一首歌。即係咁樣嘅歌可以成為佢 hit song，我覺得係好幸運嘅一件事。作為聽眾嚟講，我嘅崔健 Top 10啊，跟住呢首歌係我哋分享過，如果計埋收費片啊，呢個係第3次。寬容。我的身體靠着你兩眼緊閉，我的手中撫摸着我自己，我不再愛你，沒有恨你，雖然你愛着你。由我開波呢個 chorus 吉他，你又聽得出呢首歌，當時老崔係受 Prince Purple Rain 嘅影響啊寫出嚟嘅，但係佢又完全跳出咗 Purple Rain 嘅框架啦，佢加咗呢啲大鼓啦嚇，喺前面咁多歌詞，你以為佢要屈服要投降嘅時候，佢都係唱出咗，可是我的嗓子卻發出了奇怪的聲音。每次聽到呢句我都好感動。跟住係呢首歌係要同一張專輯啦，呢首歌係飛了。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意，我都看你一地去了，浑身没劲。周圍一股人肉的味兒，讓我琢磨人之間的事。你的感覺是朦朦朧朧的，不知不覺是不是在輕飄飄。你叫我是不是與眾不同？我像是火燭的紅點。人們的眼神都像是煙霧，把所有到處亂轉的不讓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線，只想發現我自己是個疏忽。周圍還有一股着火的味道，在我內後分着這些含糊的燒着。我突然一腳在空氣裡發飆，我孤獨地飛了。飛了呢首歌，我覺得係又係極度有崔健個人風格嘅一首歌啦。佢將呢啲 Talking Head 式嘅 post-punk， 跟住加埋一啲好 spiritual jazz 嘅 sax， 即係流弦吹嘅嗰啲，溝埋一齊好係佢嗰陣吹，跟住又加少少銅鑼聲啦嚇，呢啲會喺京劇度聽到嘅銅鑼聲。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我冇咁熟呢啲民族音樂。變成咗好係佢個人嘅嘢啦嚇，啲歌詞又係好年輕咯。你老咗就崔健唔會寫剔嘢呢啲，都係後生嗰時候嘅佢先好大膽寫。面嗰層講緊剔嘢，底嗰層講緊呢個踏空啦嚇，即係喺集體主義、個人主義之間嘅過渡時嘅踏空啦。我嘅崔健 Top 10跟住呢首歌都係喺23年底嘅節目度分享過嘅，呢首歌係《時代的晚上》。沒有新的語言，
是为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不过是惊吓宇宙的一些本能的反应。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这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紧握着我的手吧，我温柔的姑娘，是不是我怎么越软弱，越像你的情人儿？可是我们生活的这輩子，有太多的事兒還不能幹呢。喺老崔關於理想呢個詞嘅描述當中，我最中意就係呢首歌啲歌詞啊，是不是我他媽越軟弱越像你的情人？尤其你睇佢 live 咧，成日引導啲觀眾一齊唱呢句嘅時候咧，啊，你會覺得呢句歌詞有一種好無形嘅力量嚇。去到呢張碟啦，成張碟嗰種矛盾嘅情緒係反而係令人覺得好似好有希望咁。一個係你面對緊千禧年啦，迎接緊新嘅改變啦；一個係喺當時呢啲北方城市面對緊嘅各種困境啦，譬如講下崗潮啊之類。冇人知未來個方向會唔會係啱嘅，喺嗰陣時嘅人嚟講，所以我覺得無能的力量係幾能夠概括當時一批所謂嘅知識分子，即係當年興呢個詞㗎嘛，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嘅心聲啊！呢首歌睇翻 live 好好笑，永遠都係老崔喺度講是不是我他媽越軟弱，嗰啲觀眾喺度講越像你的情人嚇。咁啊，跟住嚟呢首歌都係啦，次現場好似教大家你咪識數咁啊，好似大家唔識數數咁。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啦，我覺得呢張碟有一種喺崔健以後嘅專輯，包括我哋呢個時代聽到其他嘅所有流行音樂專輯度冇可能有嘅一種厚重感。係當佢配合埋咁樣嘅，即係呢個 BPM 下咁嘅鼓 pattern，去講一啲咁有號召感嘅歌詞，你又覺得佢冇咗嗰種厚重感帶嚟嘅所謂假大空。我哋呢一集即係講咩都講得好小心啊！又係自我審查特別嚴格嘅一集，
以上就係我嘅崔健 Top 10啦。唔知你哋嘅崔健 Top 10係邊10首歌？歡迎你哋喺彈幕或者評論區同我哋交流。咁我覺得到今日為止，崔健都係內地最偉大嘅流行音樂人，冇之一，冇人可以取代。喺今日仲未有人超越，係啦。呢期我哋其實想做好耐呢個專題，一直唔知應該點做。喺拍完《紅旗下的蛋》嗰條片之後，我好似大概知道咩講得咩唔講得，我哋先嚟做咗呢集。咁今期我哋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